弟兄姐妹，欢迎来收听今天5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我们今天是圣灵降临节，所以我们要来分享圣灵降临节的起源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也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圣灵降临，要使我们得着能力。在五旬节的那一天，信徒们都从各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些相信耶稣的人，他们聚集在一个地方，他们聚集在那个地方等候，因为耶稣说他们要等候上帝的应许，让他们有能力来分享所经历的福音。就在等候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声音从天上降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然后他们就看见像火焰般的舌头一个一个的点在他们的身上，停留在他们的身上。他们就在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，照着圣灵所赏赐的，他们开始说出别国的话来。五旬节的时候，全世界各国的人会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，而在这里聚集的人竟然能说出这些人他们本来家乡的语言。众人很惊讶，因为我说出了你家乡的语言，而他说出了我家乡的语言，我们怎么能做到呢？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方面惊讶，一方面觉得困惑。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耶稣的门徒彼得就在这时候站了起来，他跟大家分享说，就是在应验上帝透过先知约珥所说的话。他说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当中，让他们能够宣告我的信息。读到这里，我想对基督徒来说，就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，你可能每天都在想，我在这个时候要如何过教会生活呢？我在这个时候，我怎么表达我基督徒的身份？我们确实需要耐心等候，寻求神的话语，寻求神能力的帮助。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上帝透过圣灵的充满浇灌凡有血气的，是要让人有能力来宣告上帝他要人得救的信息。就在今天的21节说到，那时凡呼求主名的人必然得救。在末后的日子，也就是在耶稣他再来之前，他要来审判之前的这个日子，我相信最近的大家可能会常常觉得我们已经在末后的日子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更是要等候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要等候上帝的灵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使我们能够有能力来宣告得救的信息。原来不只是领受这个得救，我们自己被救之外，我们等候圣灵是要来宣讲福音，叫人因为我们所分享的话语得着生命。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，是不会被疫情困住的生命，是叫我们在疫情当中仍然有指望的生命。你相信吗？若是你相信，我要邀请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亲爱的圣灵，感谢你，因为主，你的应许永远不改变。主，你应许要让
凡求告你名的人必然得救。主，我们就在这里求告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这个困境当中、不方便当中，在这个让我们心力交瘁的时刻，我们要等候圣灵的能力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依靠你。就在你圣经的话语当中，你已经应许我们，你要让我们因为相信你、投靠你、求告你，我们要经历得救的生命，使我们从失望当中经历盼望，使我们从没有灵感、没有上帝话语的支持，而进入到上帝应许的话语里面。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得着那个重新得力站起来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更是能够在这个时候成为众人的祝福。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持续带领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邀请你持续的与我们一起相约在神话语里面，求圣灵充满你的生命，使你从上帝得着能力，成为众人的祝福和见证。我们明天见。